莫家淦揀咗譚詠麟經典《忘不了你》參賽，賽前向校長請教，點知校長話呢首係死亡之歌，每次上台都要用唔同感覺唱，結果家淦真係中就，只得83分。張佳添話校長講得啱，可兒都話佢暫時未駕馭到。今集最低分3位入待定區，最終淘汰莫家淦。家淦話盡晒力冇遺憾，佢話由140強到16強已經超出自己期望，多謝 TVB 俾個舞台，每星期日做幾分鐘主角。佢感觸話喺屋企係爸爸同老公，係家中主角，就算做路人甲都係自己人生嘅主角。特別多謝媽媽每次都到場支持。肥媽喊住話：你企喺舞台嗰幾分鐘，你就係主角。全場掌聲雷動。賽後家淦坦言喺 TVB 做劇集主角好難，但多謝公司俾機會上台唱歌。佢想鼓勵同行，只要唔放棄，你嘅光芒係會俾人見到。